位乡亲，早早欢迎收看今日10月初4公司第2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珠。新闻一开始，咱来关心疫情。咱国内昨昏是新增加33377个本土病例，中重症有74例，死亡个案有38例。另外，咱全台湾目前中核感染的人数已经超过3万人。疫情指挥中心嘛放令中核感染的定期，只要是2届确诊的时间差14天以上，症头有过恶化，经过医生诊断，就通认定讲是过去胃着。天气多变化，流行性感冒病毒开始流行。家人一个6岁查某囡仔进前发烧加扫这个症头，去卫福部家人病院急诊。经过采验了后，发现当时感染到 A 型流行性感冒病毒加新冠病毒。后个在经过治疗了后，查某囡仔已经治疗好出院。台湾大概11月就开始有一些那个流感高峰期，但是今年看起来是比较，感觉上是比较早一点发现。新冠本土疫情，初3礼拜一新增加33377个本土病例，全台湾也是以新北市6000多例上济，中重症有74例，死亡有38例。另外，伤心病毒定数结果嘛出来。顶礼拜验出74例本土 BA.5 变异株个案，占比维持8%左右。虽然说仍然有大概将近20%，也许是 BA.2哈，不过这个大概会慢慢被 BA.5取代，这个趋势是已经确定。因为 BA.5 疫情也搁伫高原，指挥中心嘛放令中核感染定期，只要14天以上症头恶化，搁加 PCR 阳性 ，CT 值比27较细，而且快筛阳性，经过医师诊断，就当当作中核感染。若是超过3个月，无论是毋是有症头，只要 PCR 阳性，而且快筛阳性，也当判断再确诊。全台湾中核感染人数已经超过3万人。症状恶化，或者是说有新的这些呼吸道症状的民众，在就医的时候，更能够被医师来依据这样的条件来确诊跟给予相关的一些治疗处置哈。那对于我们的防疫来讲，可能是会有更好的一个帮助。若是外界关心指挥中心什么时阵退场，指挥官王必胜强调7大理由，包括即卖的防疫体系维持运作，时程看紧，确诊领药啊就医该隔离拢也搁伫进行，边境开放加后续国内防疫管理等，所以暂时也未退场。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关心天气啊，今日的天气甲昨昏差不多，拢是侪云到好天，会感觉较烧热。若过到伫西半部的山区，东部拢会落地渐雨。要提醒乡亲，明仔开始温度就会小可下降，因为东北季风会增强，东北部嘛会开始落雨。咱同齐来看温度。今日各地拢是好天，伫台东恒春也有一寡山区过道是落地渐雨。明仔开始会小可变天，因为东北季风增强，水汽会变较高。北部、东北部温度拢会下降，桃园以北、东北部、东部有地渐雨，其他的所在是侪云到好天。过道山区会落地渐阵雨。东北季风增强，这方面的东北部、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山区雨拢会较粗。若下暗开始，伫嘉義以北。东南部、恒春半岛的沿海就会开始透风啊，会透8级至19级的强风。来关心上新的消息，这是2022年诺贝尔医学奖得奖人，伫台湾时间昨昏要暗暝5点半结果出来啊，是由瑞典67岁的遗传学者帕博提到，因为伊发现苏神基因的秘密。嘛是头一个以演化遗传学摕到这个奖的人。穿着土黄色外套，进入人类学研究所，接受同事的献花祝福。2022年诺贝尔生理奖的得主公布，是67岁瑞典遗传学者帕博提到，表扬伊伫个古人类基因组，也个人类演化领域的发现甲成就。汤博讲，拄知影消息时阵，就是同事甲伊创治。I think I haven't quite digested it yet, actually. Well, I first thought this is probably an elaborate prank done by people in my group. But then it sounded a little bit too serious to me, so I sort of accepted the fact. 帕博一直拢伫咧研究尼安德塔人的古代 DNA， 完成尼安德塔人的基因定数，也个发现一种全新的古灵种——丹尼索瓦人。对这项研究，除了会当了解基因的演化，也个让知影安怎影响现代人类的免疫系统对传染病的反应。像伊发现现代人的体内也有尼安德塔人的古代 DNA， 甲感染新冠肺炎也有重症的几率有关系。So what we do is to look for the genetic material for DNA from people who have lived here long before us and try to see how they are related to us and
how they are related to other forms of humans that were also here, such as Neanderthals. 诺贝尔伫科学相关奖项大部分拢会颁予2位到3位。帕博是少数单独提奖的学者，也是第一位演化遗传学者摕到生理奖。因为帕博的老爸瑞典生物化学家伯格斯特隆，也是1982年的诺贝尔生理奖得主之一。伫咧生理奖公布名单了，诺贝尔奖伫今仔日也会公布物理奖的得主。 过来是初5化学奖、初6文学奖、和平奖会伫咧初7公布。记者综合报道。再家乡亲来看今仔日报纸的重点，先来看《中国时报》。外电有报道，瑞士信用贷款信用违约交换利差额悬，资金有破空，有新台币1270亿，恐惊会成做后一个雷曼兄弟。学者是表示，瑞士信贷风险破产，恐惊敢若是开始尔。 因为国际金融市场私底下还阁藏真侪危机，随时拢有可能爆炸。来关心自由时报，股票上市公司基泰建设防止控讲用投资中国不动产，保证讲会当趁钱这个手法，向10外的投资者骗上亿。台北地检署指挥调查局去敲19个所在，基泰建设嘛发布重大信息，表示检方的行动对公司的业务无影响。来看联合报。 今年以来，台北股市跌超过25%，政府的基金投资的表现嘛无好，嘛是稀累累。劳动基金运用局昨昏就公布，今年到8月底为止，劳动基金一寡劳工的汇款钱已经了3200多亿，平均每一个劳工今年口罩内底已经了17000块啊。 就算金管会有提出2大措施要救市场，也毋过台北股市的表现也是无啥好。昨昏台北股市咧进行13点的保卫战，昨昏收盘是收伫13300点。有学者是认为讲美国股市准讲继续落继续跌，安尼咱台北股市一定会受影响，探底拢有可能。 为了稳定市场的信心，金管会推出救市场的措施，包括借款卖出量为30%降做20%，用权保证金的趴数为90%调整做100%。不过，新制实施的头一天，台股开盘要是规个青顺顺，引起立委的关注。国内会不会出现大量资金撤离的状况？股市部分外资今年以来是有撤出的现象。 但是国内的资金还是有相当多的这个能量，整个的变化还在过程中。对于自己可以用的措施，要仔细的盘点，非到必要不要用最极端的措施。台股伫初3早盘开价了后，盘中捌大落超过150点，上价有到13275点，创下23个月以来的新低。中场有落较少，落124.1点，收伫13300.48点。 落的幅度是0.92%，申购金额是新台币1677亿700万。美国股市表现还是相当疲弱啊，这个恐怕都还会持续影响台股走弱。短线可能会有这个趋缓或者是跌升反弹的一个出现。 但是呢，这个限空令的一个效果如果说在美股没有止跌的一个情况之下，恐怕这个效果会大打折扣。事实上，台股从今年1月初的高点，也就是18619点，一路到今已经大落超过5000点，累积落的幅度超过25%。学者表示，只要美股持续在落，台股也是有彻底风险。 那现在美股就是反映这个美国联准会的这种比较鹰派升息的这种紧缩措施了哈。那所以包括台股在内，其他亚洲股市都很难免受到影响。就伫美金持续走强的情形之下，新台币换美金持续跌落，以31.79块开出了后，盘中嘛缀咧台股开价走价，大落超过1角。 上价要到31.886块，中场收伫31.868块，换1块的美金，落1.25角。记者综合报道。继续关心内政部伫昨昏公布第2季全国主体介绍指数创下历史新高，比去年同期增加1成。原因是钱变薄、通货膨胀，加上即阵起厝的成本有加悬，其中高雄的年增率超过13%，是6都内底上悬。 大楼建案透早就起起伏伏伫赶工，啊，毋过想要买厝的少年人，敢若会当干大件，因为因毋若新建案介绍一直起，中古厝伊嘛强要买袂起。 30-40年的老房至少都要600-700万那边起跳，对啊，
那它的成长的比例幅度真的太大了。那新房的话更不用讲啦，对啊，至少都要1000。通货膨胀也甲营造成本起价这个因素造成厝价一直提高。内政部初二公布第二季全国主体价销指数是123.97，创下历史新高，比去年同期大幅升高10.27%。到伫6都主体价销指数全面创新高的时阵，高雄年增率是13.91%，是6都上高的。薪水并没有比较多，但是房价一直在涨，就觉得好像要工作很多年才可以买房这样。房价物价一直起，就干那薪水无起。根据内政部资料，全国平均房价所得比增加到9.69倍，6都当中以台北市上悬10.17倍，台南甲高雄市分别是9.36倍加9.34倍。想要买厝都要超过9年无食无啉。学者分析，南高雄亚洲新园区开发中，北高雄有桥科、南仔坑产业园区这建设，带动地方发展嘛有好有歹。科学园区的发展，其实也是带动了所谓的地方的发展，增加了就业机会，这也就是两面刃，也是带动了房价的提高。只是说这个要怎么去解，目前看起来很难。学者认为，在成本悬的情况下，各地主体价销指数短期间内未落价，就算讲会当买厝，房贷负担原来增加。政府除了压制炒房，也会当为社会主体租厝补贴这方面来健全租厝市场，互民众至少厝买袂起，嘛会当有一个合理适合住的所在。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国际上要紧，加上请咱同齐来关心目前全世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从疫情爆发到今，目前全世界确定病例已经超过6亿2000万例，死亡人数超过655万人。咱来看最新的统计。咱台湾昨昏是新增加33431例，目前咱台湾即阵总病例数计共已经超过658万例。日本超过2100万例，韩国超过2400万例。目前全世界病例数上济国家前3名是美国、印度甲法国。美国超过9800万例，印度超过4400万例，法国超过3500万例，英国是超过2300万例。巴基斯坦6月份的是做大水，死亡人数高达已经有1700人。因为做大水了后，上烦恼的就是无清气的水通啉，加上有积水、有较淡，可能嘛引起传染病这问题。亲像咱的友邦海地，进前就因为无清气的水通啉，有造成要1万人死亡。海地在2010年1月拄到规模7个强烈地动侵袭，死亡人数估计有10万至31万外人。尾啊，好亲像因为联合国派驻当地的维护部队造成水源污染，引起科雷拉的疫情，也造成海地甲附近国家超过1万人死伫这种传染病。其中海地死亡人数差不多9800人上济。经过真侪年的努力 ，WHO 这个国际组织宣布，海地的科雷拉疫情在2019年已经结束。不过一寡国际因素引起油价大起，使得配送橄榄水的物流业者无法度加清洁饮用水送去有需要的所在，这当是科雷拉这种传染病扩散的主要原因。Ça veut dire c'est des moun là yo te gen problème yo te commencé gen diarrhée yo gen vomissement y a faible y a perdre force pas de moyen pour yo te gen temps pour yo courir dans santé qui pi près avec yo côté que si yo te gen arrivé peut-être yo ta capable ba yo la vie。欠缺清洁饮用水，面临防疫重大挑战的也有巴基斯坦。今年6月的大水灾，全国有1678人死亡，其中南部滨海省份圣德省有超过700个死亡，是全国史上上严重的省份。对这代志，在圣德省北部也是首都所在地旁遮普省，为了凸显各省的和谐，决定分享比较较优势的医疗资源。除了已经派遣296个医护人员扎9卡车医药物资。去灾区协助防疫，所来阁会派2组行动病院，也甲更较侪医疗人员协助圣德省以及灾情比较较严重的秘鲁之省，防止水灾了后可能产生的传染病扩散。公司新闻次家人编译。继续关心乌克兰继续收复国土，昨昏是冲破俄罗斯防线，已经对俄罗斯军队的补给线造成威胁。俄罗斯已经不将对外承认讲，在赫尔松南部因失去优势。伫乌克兰拄则夺回东部顿涅茨克奥困补给地点利曼了，会人看到乌军驶着车顶有 Z 的俄罗斯车经过，也有人伫俄罗斯步兵战车顶头甲弹药箱摕来。利曼以北30公里有2个村，经过炮火吞塌，对留伫咧路边俄军的武器，就让知影迄当阵战斗真激烈。
This technique comes from Liman. It's a Russian vehicle. Now this machine will work for our armed forces. 路透社报道，俄罗斯伫咧局部占领的哈尔松州人民的州长萨尔多承认，俄军沿着地面保护的西花，快速的向前杀几60公里，来到杜哈恰尼村附近，沿路夺回一寡村庄。这也是俄乌战争以来，乌克兰伫咧南部战线上大的突破。俄罗斯国防部崔沙也承认，俄军已经突破莫斯科伫咧赫尔松南部地区的防御。Превосходящими танковыми подразделениями на направлении Золотая Балка, Александровка. Противник сумел вклиниться в глубину нашей обороны. 俄军目前伫咧乌克兰南部部署差不多25000的兵力，驻守伫咧地面保护西花。今年8月，乌克兰宣布伫咧遮发动反攻，俄罗斯大量增加兵力，乌克兰已经摧毁主要桥梁，迫使俄军使用临时便桥。俄军顺河而下大幅度向前推进，可能会完全切断跨过地面保护的补给线，和俄军调伫驻守的迄边。也反映出，就算莫斯科想要以并吞下动员令，甚至讲要动用核子武器，不过乌克兰伫咧东部战役犹原正成功。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伊朗国内嘅头巾示威即嘛也咧继续，顶一日礼拜时，侪大学生嘛行上街头示威抗议，即嘛传出大学嘅校园内底，即嘛已经受伊朗革命卫队包围，而且佫对学生射催泪弹，也佫有武装分子对民众开枪。伊朗嘅头巾示威第3礼拜，4月也受民众伫咧抗议，即嘛示威已经扩到伊朗嘅大学内面。全国各地大学生拢伫咧学校内面发动抗议活动。初三是伊朗大学开学第一天，不过真侪学生拒绝上课，继续示威，对艾米尼的死表达不满。不过当局派出伊朗革命卫队去学校内面镇压，甚至向路边翕相的民众开枪。CNN 报道，首都德黑兰的舍利夫大学有学生讲，伊朗革命卫队甲几600位学生限制伫咧停车场，有人被带转去警局，甚至也有学生被枪杀。不过伊朗指控这是美国等外国势力干预的骚乱。این حادثه‌ای که پیش آمد دختر جوانی درگذشت خب حادثه تلخی بود دل ما هم سوخت 美國白宮是講，伊朗無應該用暴力鎮壓和平示威。We're alarmed and appalled by reports of security authorities responding to university students' peaceful protest with violence and mass arrest. University students are the talented young people who should be the future of Iran. They are rightly engaged by the death of Mahsa Amini. 目前一個無法度確定這邊校園衝突的死傷甲被拘留的學生的人數。舍利夫大學是發聲明講，伫咧所有學生被綁裁進前，希望全國攏停課來聲援。公司新聞鄭慧玲、吳其昌編輯。嘛是一場悲劇，這是印尼卡球賽比賽了後，真儕球迷不滿在地球隊輸去，全喺衝入去體育場內底鬧代誌。尾夜警方是用催淚加速的鎮壓，地區民眾全部攏衝去出口要出去，煞變做人打人打死人的悲劇，有造成125個人死亡。這嘛是當地60冬來上界嚴重體育比賽意外。東轉發生馬人市的體育場發生人打人意外，不少民眾也立即向不幸罹難的民眾致哀。因批評警方的做法是傷過粗殘，不過有人反省講，球迷反應敢是傷過激烈。這場半世紀以來全球卡球歷史上傷亡上界嚴重的暴動，發生在拜六暗時啊。伊當陣地主阿瑞馬隊拍輸濟年來對手帕爾斯巴亞隊了後，有球迷失去控制，全衝入去球場內底起訴，關下甲伊也是規個舉起來上。警方無用護送球員趕緊離開，不過暴動為場內拖去甲場外去，有幾隻車去用煙道放火燒。警方為咗控制局勢，唔能夠管甲球迷喊，還佫佇密閉的場館內底發射催淚加速，結果引起民眾驚嚇。大概是攏總對共一個出口去，結果發生濟人相挨相打情形，造成125個人死亡悲劇。Bukan cuma di dalam aja Mbak, di luar juga penuh gas air mata. Di warung semua juga ditembaki semuanya. 意外發生了後，總統佐科威遂下令暫停亞洲卡球聯賽所有比賽，而且展開調查，嘛要求相關單位要徹底評估比賽安全性。Saya menyesalkan terjadinya tragedi ini
Dan saya berharap ini adalah tragedi terakhir sepak bola di tanah air. Sportivitas, rasa kemanusiaan, dan rasa persaudaraan bangsa Indonesia harus terus kita jaga bersama. 国际骹球总会嘛表示关心，强调安全条例规定，维安人员袂当使用枪械，或者是为了控制民众使用亲像催泪ga斯的烟，要求印尼骹球协会都要提出检讨报告。国际特赦组织是批评印尼当局的维安处理了无妥当，过度使用武力。印尼的百姓对骹球是兴趣起，不过部分的球迷拿罗马的行为，称在引起暴力冲突。这个爆发事故的体育场，敢来当有38000人入去，不过煞是加卖出去4000张的门票。公视新闻张慧敏编译。今仔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甲向新咱同齐来看世界。北韩伫今仔日透早，那亲像搁向日本的北海道青森县这迄个方向射弹道飞弹。日本政府发出警报，嘛呼吁民众爱赶紧疏开。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即马有发出声明，谴责北韩的行为。来关心印度公布头一只因家己做的高空攻击直升机，要用伫喜马拉雅山这个高海拔的所在，因为英国印度的军队捌伫这和中国发生冲突。印度即马家己研发攻击直升机，就唔免搁向别国买武器。来关心《纽约时报》有报讲，美国上紧伫即礼拜会宣布新的限制措施，要限制美国所生产的美晶片袂使卖予中国一寡大公司，要限制中国的企业摕到高效能运算的技术，防止中国摕到上进步的半导体技术。镜头搁等下，咱过来关心台的新海研1号这研究船9月29在咱台湾东部的海域进行科学研究的时，互日本的公务船赶。咱海巡接到通报了后，赶紧派华联舰去介入，因为咱甲日本双方拢主张讲，迄个所在是家己的经济海域，所以就安尼3只船相对上相起要10点钟。咱的船离开了后，日本的公务船才对着驶走。相片清楚看到，海巡华联舰岛停伫台新海研1号研究船甲日本海上保安厅公务舰艇的中间，气氛紧张。9月29，台研究船伫咱国东部海域进行科学研究的时阵，互日本海上保安厅公务舰挖进手条，随即向海巡署救援。花莲舰发现日本公务船在新船附近海域及区前部署于新船与日船之间，并向日船广播该海域系我方专属经济海域，请日方勿干扰我研究船。华联舰大约伫中岛到遐，佮向日本公布主张这个海域是咱国的专属经济海域。日本也同款回呛，3只船就安尼伫敏感水域僵持大约10点钟，一直到暗时。新海研1号驶离，日本公务舰才离开。因为那边就是有重叠的经济海域了。那两边都各有立场，那我想我们还是依照国际的一些惯例在处理。专属经济海域的范围是200海里以内。根据海巡署提供资料，新海研1号驶入的所在，伫咱国专属经济海域，也毋过日本划设的专属经济海域有所相差。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沿海各地专属经济区有管辖海洋科学研究的权利。台湾跟日本没办法去进行重叠专属经济海域的协商谈判，因为牵涉一个中国问题，你要试着去跟日本表达我们的立场。然后告诉他们我们专属经济区的范围到哪边。学者表示，为了避免未来再发生类似的情形，政府应该向日本事先协商，秉持平等尊重原则，先达成有关海洋科学研究的暂时性协议。记者综合报道。德国国会友台小组主席威尔逊带下党派来咱台湾访问，昨甲咱总统蔡英文见面。威尔逊表示，中共台湾受攻击，伊嘛徛出来协助台湾。总统是应嘛讲，所有民主国家爱团结、爱合作，同齐维护民主自由的价值。另外，针对美国总统拜登几日解讲，准讲中国拍台湾，美国会出兵保护台湾。美国国防部长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嘛强调讲，美国随时拢做好准备。拜登已经讲甲真明。德国国会友台小组主席威尔逊带领跨党派5位友台小组副主席访问团来台，顶开为期5天的访问行程。
蔡英文总统初三接见访问团，这也是伫全球疫情爆发以后，继3年的第一个德国访问团。所有民主国家更应该团结合作，共同捍卫民主自由价值的坚定防线。台湾期待和德国继续加深各领域的合作。Dass wir es für nicht akzeptabel halten, wenn Sie auch von einem Nachbarn bedroht werden mit militärischer Gewalt. 威尔士讲，台湾毋那是德国伫亚洲重要的贸易伙伴，若讲无台湾的半导体，全球的工业可能会真有大的问题。德国国会也真认同互相相比的合作交流。最近台海议题升悬，美国总统拜登就任以来4摆表态，若中国犯台将出兵协防台湾。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初二接受访问的时讲，美國隨時做好捍衛自身利益、履行承諾的準備。拜登回復的意思真清楚。We continue to work to make sure that we have the right capabilities in the right places to ensure that we help our allies maintain a free and open Indo-Pacific. 奥斯汀讲到，目前看到中国想要建立新常态，跨过台海中线的强机数量增加，伫台湾4khu位也看到更较侪的海面巡逻、甲海峡相关活动，这是值得关注。记者综合报道。政治消息来关心选战，台北市长的选战即马是三脚督的办势，起步的话题拢无停过。副总统赖清德顶日替陈市长徛台的时，伊讲台北市是疫情的起头，有引起批评。那蒋万安甲黄珊珊即马是互相批评对方，咧讲政策的事拢是照顾理念。黄珊珊就呼吁讲无赶紧来辩论，陈市长批评讲这赢毋是赢，爱做赢才是赢。你家台北就是无限。备战首都，国民党台北市长参选人蒋万安公布募款小物，翠暗加环保在一个抱枕做防疫，永续环境议题。针对进前副总统赖清德替陈市长徛台时阵，讲台北市是疫情的开始，也引起议论，那边也当作批评。羞辱台北市民也不是第一回，所以请陈时中部长很明确直接的表态，你到底认不认同赖清德副总统的说法？而不要怕得罪你之前的长官。他给副总统这样的资讯，或者是说副总统自己误会了，那副总统要对台北人说一些话吧。原因是什么？他去研究嘛。我说那就等他研究完再来当市长吧。选战攻防，最近蒋万安、黄珊珊互相批评是读稿机，黄珊珊呼吁赶紧辩论。对这代志，蒋万安回应唔免着急，拢伫安排。也颠倒批评无应该，敢若想着透过辩论来证明家己。但是中是讲，辩赢唔是赢，做赢才是赢。很多人都误以为在公共政策里面，大家的逞口舌之快，以为公赢就是赢，无公赢无赢，做赢才是赢了。他们两位的口才都很好。针对赖副总统失言，舆论批评，但是中声明，疫情的起点就伫武汉。所以唔则叫做武汉病毒，也是气保话题不断。但是中也回应，无听过气弹保黄，选举目标是争取50%的市民支持。记者综合报道。那国民党家人市长的参选人谢国良最近和民进党质疑讲伊牵涉洗钱案，要求伊爱对外说明。民进党的参选人蔡世兴就批评讲，无一个参选人亲像谢国良安尼，金权关系遮尔复杂。谢国良讲，相关汇款的证据，伊拢已经传好势啊。总讲，有人讲伊洗钱，伊就要告，因为清白比选举更加重要。全台湾没有一个县市长的候选人，或者是现任的县市长，像谢国良的金钱关系这么的复杂的。一直讲钱赶走的争议，民进党团指控国民党家人市长参选人谢国良金权关系复杂，利用转销提现金的方式，第一天内将1亿外的金流洗入家己名下的独资公司。看似很复杂的金流，事实上，经过我们这样爬梳之后，是非常清楚了。一天之内，1亿多的金钱流向进入了，都是谢国良实质掌控的公司，还有他个人。一个市长。假设是玩金钱游戏起家，把国库、市库、他们家公司的金库、他个人的财库傻傻分不清混在一起的话，
那这个城市的未来怎么办？蔡世英批评谢国良好亲像牵涉到钱赶走洗钱案，到今嘛提出质疑已经53天，若讲袂清楚，颠倒愈讲愈花。谢国良是回应相关汇款单已经整理好啊，若做有任何人提起伊洗钱，一定会要求伊开放名声。其实我的汇款单都已经整理好了，我的资料都已经准备得非常齐全。所以请大家放心，绝对没有问题。民进党每天都用疑似怎样？那谢国良这个疑似有什么问题？听说基隆的蔡世应那个是确实跟黑道结合起来，图利黑道，然后赚取一些这不当之财，这些才是确实。针对蓝营指控蔡世英涉嫌利用立委职权，甲公部施加压力，想要干涉二村的土地独立乌道，朱立伦阁开战。蔡世英竟总是回应唔通做贼的画抓贼，要求朱立伦收回无实在指控，安尼无会加固。记者综合报道。那针对年底选举，根据调查局的统计，目前已经有受理超过400件牵涉贿选的案件。因为咧调查贿选，拢是以30块做标准。也毋过有立委即摆就认为讲，即阵的钱接报，贿选的标准敢毋免对时代做调整。法务部是回应讲，有影时代咧改变，会先研究一礼拜内会对外说明。国民党宜兰县劳动镇长吴秋玲，互人指控送酒贿选，顶个月初互检调约谈了后，入令20万块交保。新北县湖口乡原来有一个姓田的乡长参选人，涉嫌甲朋友买票购条卡，互法院裁定羁押禁见。离9合一大选较无2个月，少年线出现好现象，牵涉到贿选情形，检警调展开选举查察，陆续有进展。调查局统计，到顶个月底受理假贿选相关案件，已经有452件立案，大部分由调查官主动发现，其中24件当地侦办。这有人会担心，这个碗不要太大碗，太大碗要是面太多，超过30块钱，到时候被人家检举。这个是很简易的话，当然没有问题了。但是如果你弄得很澎湃啊，又好像伴奏一样的，那就不恰当。我们就往这个公费选举的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其实我觉得真的也是可以改变一些啦，也让执法单位比较简单啦。亲像提供冒彩品这个行为，在选举期间较会有问题。虽然无禁止，不过法务部长蔡清祥认为，会当卖尽量卖。较早查察贿选30块标准，是不是嘛应该调整？伊回应这不是绝对的标准，即马时空背景改变，会请最高检察署在1礼拜内补充相关的认定标准。记者综合报道。地方风上头来关心台湾高山即马数量愈来愈多，所以伫几若当前已经对保育类调整做一般的野生动物，不过也是有真侪人偷偷咧饲。林务局到月底是已经正式甲台湾高山来做袂使饲的动物，所以伫11月底之前，若偷饲的拢要甲高山交出来，交予当地的主管机关。若伫明年4月份开始，总共有掠到相当会罚款25万。小酒队当放起来，台湾高山红白旗门口，高势模样吸引民众来翕相。因为其实高山甲人有真侪共通传染性疾病，加上高山是群居动物，使用会改变，佫打造伊的社会性行为，佫有人高安全。林务局到月底将台湾高山列为指定禁用动物。没有讲回来的话，就是明年表示是4月1号开始，如果一旦被发现你手中还有这样子的一个猴子，那我们就要处5万至25万的罚款并且要把那个猕猴没入。伊公告，只有民国108年1月7号进前，经过地方政府登记有案的7只饲养高山还有主管机关委托教养机构，也是学术研究机构，甲依法设立的动物园等单位，伫明年3月底进前，报请当地主管机关登记备查，才会当继续饲养。其他拢需要伫今年11月底进前送交当地主管机关教养，也不过都惊有民众嫌麻烦，直接弃养造成新的人狗冲突。放生等于放死了，这是第一个，然后再来就是有可能它会往人这边跑，然后大家分不清楚它到底是野生的猕猴还是人为饲养的，那可能就又对猕猴造成另外一波就是舆论上面的伤害。台湾高山毕竟是野生动物，动保团体建议，虽然经过人为饲养，也毋过若主管机关会当训练因安怎找食救生，也是会当依个体状况适时野放，若互各地减轻收容负担，高山会当转去大自然，对因也是上好选择。记者综合报道。
彰化市有一大违建，铁树就直接起伫人行道顶头，顶路挡路，互民众检举。公所到现场去看，确实违法，要求1个月内爱拆掉。彰化市平顺街规排社区透地厝拄啊完工，暗过人行道煞出现一个大型铁柱，附近民众看到这么咸的违章建筑，伊直讲先收嘛想袂到。很夸张，对，怎么会把人家盖成这样呢？这边肯定会造成一些安全的疑虑啊。彰化市公所据报来到现场了解，实地测量互人占用的面积将近30平，而且比对Google街景图发现，原本伫人行道边仔的路顶竟然无去。公所除了查报违章建筑以外，还会报警处理。这栋建筑物它有申请的使用执照以及它的竣工图，然后我们会来现场做比对。然后比对他们，如果是增加在使用执照上面没有部分的话，我们就会把这部分就是做那个违章建筑查报单报给彰化县政府。彰化关建设处表示，这位虽然是私有地，不过根据都市计划托管规定，为道路边仔退求5公尺做法定空地，其中2公尺是人行道，目前拢互违章建筑占去，土地所有权人明显违法。县政府强调，会听候公所查无了后，通知土地所有权人30天内家己拆除违建，超过期限，公权力会介入强制拆除。记者综合报道。境外消息来关心，劳动部有公布上薪保险假的数字。目前咱国内有18000外劳工在实施保险假，这是比顶一期有加390个人。学者是认为讲，咱台湾的边境咧要开放啊，特别放冷啊，所以支援服务业有保险假的比例应该会减少。不过，即阵受少子化也有人才外流的影响，科技业也是真欠工。这位31岁周先生伫外商半导体公司服务，针对业界目前欠卡手的问题，感受是真深。就是大家可能会觉得科技业都是很伤肝的工作，这样。那你看你同事，你们公司缺工严不严重？你的那个工作量会不会增加？就是在同事走了以后，工作量会增加。根据人力银行业者的统计，目前开出来工程师的缺已经超过11万个。科技业当地欠人，不过受到少子化，也有外国公司用较悬的薪水甲人挖过等等的影响，青年就业的意向嘛在改变。就算读本科的，也无一定会做这道。其实大家比较没有注意到的，就是青年求职意向的转向哦。有些青年学子呢，开始转为做投资、创业或者是自行接案，所以他们呢，可能因此转变了他们的工作倾向。科技业欠卡手，找无人。旅行业等等的资源服务业受到疫情的影响，也是有咧休无薪假的情形。根据劳动部上薪减班休困的统计，国内也是有2734间公司实施休无薪假，人数有18050人。学者分析，即摆10月中边境就要开放啊，服务业甲资源服务业休无薪假的情形可能就会改善。但是比较麻烦是边境开放会有一个反效果，就是国人开始会到海外去旅游啊，可能会稀释了我们在国内的旅游业的需求。不过学者嘛提醒，在解放的初期，民众开始出国旅游，外国的观光客也未恢复到正常的数量，餐饮业甲服务业的营收，短期内可能也是无法度反映伫咧薪水顶悬。根据主计总处的调查，2021年咱国所得收入的人，平均一年的所得是681800块。虽然青年的所得创下6年来的新高，不过服务业的薪水目前也是相对较低。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中央敬老伫宜兰三星有2个民国1年出世的人士，有影是健康食饱日。若伫宜兰好山好水，目前宜兰计共有105个食超过100岁高岁寿的时段。有真欢喜无？有吼。伫宜兰三星有一个110岁老大人陈阿燕，是宜兰县目前上较济岁人。初时是重阳节，三星乡长李志荣初三赚2万块的敬老金，猪脚面线甲寿桃等等的物件，去陈阿燕因兜拜访。因兜的人讲，保持好的心情，就是伊食到遮尔济岁秘诀。保持好心情啦，哎呀，吃得下睡得着。同款住伫三星的王学海，今年食到110岁，3年前风疹断出治疗了喉腺癌，伊用3顿正常食，照起工食药啊来对抗癌症，抗癌成功了后，人是真精彩。谢谢各位，谢谢乡长，谢谢乡长啊。三星乡名副其实是一个长寿乡啊吼。咱宜兰县有40几万人口，三星咱2万通人口尔，咱超过100岁就12个啊，而且上济岁超过111岁，就2个拢伫咱三星。根据宜兰县社会处的调查，
陈阿燕甲王学海是目前县内上届济岁老大人，依然食到100岁以上的，包括因2个人拢总有105个人。三城乡长李志勇讲，三城乡是真长退休的一个乡，食到超过100岁有12个人，上届济岁嘛伫咧三城，即届去甲因拜访，嘛发动杨定脑筋，是希望互各界少年人知影讲有效的重要性，嘛要好好照顾这个老大人。记者综合报道。那伫新竹是有一个罕见疾病患者，伊名叫做陈俊翰，伊自细汉就诊断出有中骨静脉萎缩症，伊无互命运拍败，伊骨力读册。2006年的时，伊考调律师，伊阁出国去读博士。伊讲伊要用法律的知识，替新障者也阁有弱势争取权益。自细汉就得到中骨的肌肉萎缩症。陈俊翰坐伫轮椅，即马规身躯剩目睭、喙甲一根小指头啊，会使活动。有当时嘛爱我靠妈妈伫边仔斗3工。虽然行动无方便，不过伊顶个月则对美国墨西根大学摕到法学博士回来，而且决心留伫台湾奉献。假设我留在美国的话，可能我自己一个人可以生活得很好。可是我如果回到台湾来的话，我希望可以让更多的人的生活变得更好。在台湾的朋友很期望说，他可以回来帮忙他们有一些发声的机会。然后，其实有点两难。陈俊翰讲，依照目前的健保制度，伊所使用的药啊，敢若提供7岁以下的病患，所以伊的身体机能渐渐退化。想要来研究相关机制，希望会使改变用药的标准。我们还有很多可以去进步的地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回到台湾之后，我想要发挥自己的一点微薄的力量去贡献的地方。陈俊翰讲，未来要用家己学到的法律专业，来替更较侪新障者甲病患争取权利，改善生活。记者刘君豪新竹报道。有一寡记录中国社会的纪录片、独立纪录片，是因为拢一直受中国政府的打压，所以无法度公开来放送。中正大学人权参影像发展中心即马有和国家人权博物馆合作举办影展，来关心中国的劳动人权。为着要互学生透过影像记录认捌劳工人权的议题，家己中正大学人权甲影像发展中心举办中国独立纪录片巡回影展。开幕第一支影片时，丁喜进做主题，嘛是入围今年金马奖最佳纪录片的丁密福气。是让学生知道，在这个舒适圈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子。所以我觉得他算是能够让学生不用出门，但他可以在这个学校里面了解外面的世界。这个透过这个劳动人权的影展能够有一个共同的平台，能够把一些这个在劳动上这个人权的普遍价值呢，能够传播出去。影片记录着丁启症患者的困境甲生活，导演希望透过镜头，让大家知影中国劳权的问题。特定的导演表示，这种议题纪录片目前拢无法度伫中国来放送。译者的一个色彩，就变成他们维稳的一个对象了，所以他们就在11年、12年以后就开始进行打压，13年以后基本上中国大陆就不可以有这样的一些独立影展的那种自由的放映了。这届影展有经录出中国的独立纪录片。中正大学人权甲影像发展中心指出，目前台湾是华人世界内底正难定会当看到这影片的所在。刷来阁会去5间大学巡回放送，推广劳工人权，嘛互受到打压的事实会当出声。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再去看世界，来看英国国王理查3世，和大作家莎士比亚是写甲讲，伊是一个真恶一个人。伊的伪骨嘛捌失踪500档，才互找到。这段故事即马改编做电影。当年找出伪骨的历史研究者嘛，希望透过电影，和理查3世无好的历史形象会当平反。一部伫咧讲10年前学到失踪超过500年英国国王查理3世尸体电影《失踪的国王》，以及咧伦敦举行首映会。导演史蒂芬·福瑞尔斯用喜剧的方式演这段恶的过程加重要人物的故事。I was a child, I knew the history of the kings and queens. That's what I was taught. That's what everybody was taught. Later, I learned there were more interesting things going on.
英国女剧作家兼业余历史学家菲利·帕兰利2009年开始募款，希望会当挖到查理3世尸体。2019年9月，怀疑是查理3世骨头，伫英国莱斯特市中心的教堂边啊一座停车场忽然发现。2013年经过骨头分析加 DNA 比对，证实是查理3世。伫骨头会当发现查理3世有严重的肋骨切弯，掩过伊的手并无救赎，也改变真侪对于外貌无好的描述。掩过伊的头颔骨啊有严重的伤痕，也符合伊伫咧战场死亡的历史。研究团队也透过骨头，中塑出查理3世面貌。But I think what's going to come out is a real man, the real Richard III, who was a medieval man and a medieval king, but he just wasn't the monster of Tudor legend. 查理3世生于1483年，登基英格兰国王。在位这个那2年，是英国在位时间上短的国王之一。1485年，伊伫咧波斯沃斯原野战役头受伤而死亡，这个那33岁，也结束玫瑰战争加金雀花王朝。不过伊的尸体一直拢找无。查理3世和英国大文豪莎士比亚描述是一个身体有残缺、正无情阁残忍的阴谋家，甚至谋杀以后会登基王位的2个正细汉的孙仔。不过，伫愈来愈侪资料被找到了，关于伊的后面的传说可能爱修正。查理3世尸骨上面是在这个莱斯特教堂，慢了530年才会当安息。公司新闻金欢庆编辑。来关心环境，伫陆地有森林，伫海底嘛有。人咧讲的伫海底森林，就是几大片的海草。海草是生育地球物种的源头。不过科学家即马是发现讲，受气候变迁的影响，伫加州、澳洲沿海海草拢已经无去啊，所以复育的工课无做已经袂用的啊。一寡海草看起来细细丛啊，不过更加细项的物件拢有伊的大道理。由大型海草所构成的海草森林是地球物种的发源地。不过科学家发现，全世界海草的栖地消失的速度正紧，主要原因是气候变迁加地球暖化。Without that, our entire planet is in severe trouble. Beyond that, pollution is also very important. So protecting our shorelines from pollution. Overfishing can also have very negative impacts on kelp forests. 海草生长伫咧温度较低、养分较饱的海水环境，气候暖化造成海水温度上升，影响海草的生长。再加上废水排入去海洋，造成藻类增加，和海胆的数量变多，连导食掉真侪海草。伫美国加州沿海，美加港城海草的栖地，伫咧2014到2019年5年之间完全拢消失。伫咧澳洲的塔斯马尼亚也有同款情形。要救海洋生态，上重要的就是保育海草。They're incredibly productive. So a kelp forest can grow by a foot in a day. You can go snorkeling one day, come back the next, and the kelp forest is longer than my arm than it was the day before. So that sort of productivity means it's absorbing a lot of carbon from the atmosphere. 新南威尔斯大学针对世界各国海草保育的主题做大规模的研究，发现伫300年前，日本就知影海草对海洋环境甲渔业的重要性，积极伫咧维护海草的栖地。因也整合每一个国家伫无同年代保护海草的做法，提高海草保育的成功率。伊戈尔讲，保育海草有2个重点：防堵加介入。防堵包括预防海水污染、减少吐沙，确保海水伫咧健康状态。介入就是人工种海草，并且提掉妨碍海草生长的因素，亲像是控制海胆的数量。保育海草是即马最爱做的代志。不过海洋生态学家也讲，保育就要根据无同地区甲科学根据，若无可以造成生态失衡。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辑。天气报你知，该乡亲同齐关心今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加25度，上悬35度；中部的温度上加25度，上悬33度；南部的温度上加25度，上悬34度；东部的温度上加24度，上悬32度。外岛的温度上加26度，上悬33度。继续关心未来3天的天气。
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